Come to me.諾斯費拉圖 Nosferatu 係一部2024年推出嘅哥德式恐怖電影，由美國導演羅伯特艾格斯執導。本片翻拍自1922年德國著名導演牟魯 F.W. Murnau 執導嘅同名無聲電影，係呢部經典恐怖作品嘅第3個翻拍版本。經典珠玉在前，觀眾對翻拍作品嘅期待與要求自然不言而喻。然而，翻拍經典從來都唔係簡單嘅複製，佢需要喺保留原作精髓嘅同時創造新嘅價值。雖然翻拍作品層出不窮，但係成功嘅卻屈指可數，甚至有啲翻拍作品仲飽受惡評。喺電影創作領域有一條鐵律：原作越經典，翻拍嘅難度越高。咁今次嘅新版諾斯費拉圖能唔能夠喺經典嘅基礎上實現超越，定係只係換湯不換藥嘅新瓶裝舊酒You could never please me as he could. 羅伯特艾格斯 Robert Eggers 堪稱21世紀最耀眼嘅哥德風導演之一，佢對黑暗元素與復古美學嘅熱愛無人能及。佢嘅每一部電影都以精緻嘅畫面同高水準嘅製作而著稱，從2019年實驗性濃厚嘅燈塔 The Lighthouse 到2022年史詩復仇電影北歐人 The Northman， 佢已經建立咗獨樹一幟嘅個人風格。時隔5年，艾格斯終於回歸恐怖主題，完成咗佢兒時夢寐以求嘅目標，翻拍諾斯費拉圖。艾格斯嘅職業起點係紐約嘅一名設計師同戲劇製作導演，後來轉向電影領域，並憑借2016年推出嘅處女作《女巫》The Witch 一舉成名。呢部低成本恐怖片以400萬美元嘅預算，創下咗4000萬美元嘅全球票房佳績，並喺爛番茄網站上獲得咗7.8嘅高分。該片不僅票房盈利，仲贏得咗評論界嘅一致好評，為艾格斯奠定咗堅實嘅導演地位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艾格斯喺高中時期就曾經執導校內版本嘅諾斯費拉圖，並憑借呢部校園戲劇吸引咗廣泛關注，甚至有機會執導專業舞台版。艾格斯認為呢段經歷係佢走上電影創作道路嘅啟蒙契機，因此呢一次翻拍對佢嚟講唔單止係電影創作，更加係一次個人夢想嘅延續。關於新版諾斯費拉圖嘅製作，起初原定由女巫嘅女主角安雅泰勒喬伊 Anya Taylor-Joy 參演，但由於檔期衝突，佢喺2021年退出項目。最終，比爾斯卡斯加德 Bill Skarsgård 飾演奧洛克伯爵，尼可拉斯霍特 Nicholas Hoult 飾演男主角托馬斯同莉莉羅斯特普 Lily Rose Depp 飾演女主角艾倫。佢哋先後加入主演陣容，女主角更係著名演員尊尼特普 Johnny Depp 嘅女兒。呢部電影成為艾格斯執導嘅第4部作品。喺全面評價呢部電影之前，我哋先回顧諾斯費拉圖嘅2次銀幕現身。1922年版諾斯費拉圖恐怖交響曲 Nosferatu A Symphony of Horror， 由德國導演牟魯 F.W. Murnau 執導嘅諾斯費拉圖係吸血鬼電影嘅奠基之作。呢部電影改編自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嘅經典哥德小說德古拉 Dracula， 但係由於未獲版權授權，導演將德古拉改名為奧洛克伯爵 Count Orlok， 並將片名改為諾斯費拉圖 Nosferatu， 一個源自羅馬尼亞嘅古老吸血鬼稱謂。牟魯嘅作品唔單止為吸血鬼電影奠定咗怪物化嘅基礎，更以其濃厚嘅哥德氛圍同恐怖張力成為經典之作，影響深遠。1979年版諾斯費拉圖夜晚嘅幽靈 Nosferatu the Vampire， 同樣係德國導演韋納克佐格 Werner Herzog 執導嘅翻拍版本，延續咗牟魯版嘅恐怖氛圍，並恢復咗原著小說嘅授權角色名稱德古拉。克佐格以其對自然景觀嘅壯麗描繪同對人性嘅深層挖掘，賦予吸血鬼更多情感與悲劇內涵，讓德古拉成為一個無盡黑夜中追尋愛嘅悲劇人物。該片以詩意與浪漫情懷重新詮釋咗原作，
成為另一部不亞於1922年版嘅經典之作。2024年版本嘅故事延續咗原版嘅思路，故事背景設定喺1830年代，年幼嘅艾倫因孤獨喚醒咗一個神秘生物，並與其立下永世效忠嘅誓約。多年之後，佢同丈夫托馬斯喺韋斯堡小鎮生活。托馬斯受咗出售格雷內瓦爾德莊園俾隱居嘅奧洛克伯爵，卻發現伯爵係一名吸血鬼，並喺城堡中遭其吸血重傷。奧洛克帶住瘟疫老鼠乘船前往韋斯堡，沿途屠殺船員，並威脅艾倫，若不順從，佢將毀滅整個小鎮。艾倫得知唯有純潔少女嘅犧牲，先至能夠結束吸血鬼嘅詛咒。最終，佢用自己嘅血拖延伯爵至日出，陽光殺死咗伯爵，而艾倫亦都因失血過多而死。佢嘅犧牲不僅終結咗瘟疫，亦解除咗詛咒。洛斯費拉圖喺2024年12月25號喺美國上映，並由環球影業於國際發行。呢部電影以5000萬美元嘅成本，創下1.788億美元嘅全球票房，成為艾格斯職業生涯票房最高嘅作品。同時，本片獲得咗評論界嘅高度讚譽，並喺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上邊提名最佳攝影、最佳服裝設計、最佳製作設計同埋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等多個獎項。羅伯特·艾格斯喺新版《洛斯費拉圖》入邊延續咗佢過往作品中獨特嘅黑暗哥德風格與精神分析視覺。其中，影片中嘅幾大亮點包括視覺設計與場景、開場對稱嘅陰暗大宅設計，完美展現哥德式美學。喺男主角湯馬斯前往城堡嘅過程中，畫面徹底抹除色彩，黑灰林地中飄落嘅雪花同交叉路口嘅十字架相得益彰，將死亡氛圍推到極致。本片大部分場景採用實景拍攝，並動用多達5000隻活老鼠，復古佈景與片中道具亦極為精美。全片以35毫米膠片拍攝，光影處理成為電影中獨立嘅角色，將哥德式景觀提煉為死亡與黑暗嘅抽象表徵，喚醒觀眾最原始嘅恐懼。艾格斯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，佢唔會拍攝現代題材嘅電影，因為佢唔想拍攝汽車，更都討厭用手機拍攝。呢種堅持為佢嘅影像創作注入咗無與倫比嘅復古魅力。總結：羅伯特·艾格斯嘅新版《洛斯費拉圖》並未辜負觀眾期待。相比1922年同1979年版本，艾格斯喺保留經典元素嘅同時，通過對角色同故事嘅重新刻畫，賦予呢部作品更深層次嘅情感與現代化嘅哥德式重生。呢部電影唔單止係一部恐怖片，亦都係一部探討愛與死亡嘅詩意傑作。I'm ready.